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0次的临时会，上午伫个永华艺术厅来召开。上午的开幕式，首先审定议事日程，确定对12月13开到12月22。这届临时会将审查市府所提总共9件电付款案，甲1件会务案，总金额7亿7766万外，其中包括教育部补助青山国小等48间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运动操场甲周边的设施整建3亿2500多万，因为拢具有时效，全部交由大会联席审查。而接续还有111年度台南市总预算甲附属单位的预算案的联席审查，后续还有4-5天。如果到12月21无法度全部联审完毕，伫个12月22最后一天的议程结束以后，嘛将继续进行111年度台南市总预算甲附属单位预算案的联席审查议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